大風煮個湯，洋蔥切絲，然後還有一條這個椒啦，什麼青椒、紅椒都可以啊，隨便切。中小火橄欖油，太全部下去，稍微炒腍它們咧都可以啊。炒緊菜咧，開啲關頭粟米，濾一濾它們。你們咧用個高一點，有個高度嘅鍋係啊，然後菜這樣咧有點顏色腍腍地就 OK啊。粟米下去啊，我喜歡加一點點這個 oregano， 一點點雞粉、鹽巴，有水倒下去，嗱，開中火，這樣美滾咧，然後咧水咧蓋過它們就夠啦啊！打風咧，把家裏呢啲過期粟米關頭咧煮一下，大概煮個15分鐘到咧就出味啊！煮好咧，關火，一大片牛油，然後咧就把它打爛就整完啦。但你們如果想吃到那些粟米粒咧，就把它先撈一點上來啊！如果覺得太結咧，可以加一點點水。哇，你看完美嘅超滑粟米湯。最後再調味一下，然後那個這個屋碟啊，靚碟，倒上去，然後這個秘密武器粟米片，最後呢，我自己喜歡加點辣椒油的，完美。哇，你看特別成這個碗安全再加粟米湯，然後呢放支熊仔喺度，啊，很安全，你看我試給大家看下，打風不要出門，你看我多安全，有熊仔看着，試一下，哇，好熱。